呢套89方同樣係靚仔啊！89方有呢個空間嘅表現，我覺得已經係業界優秀，而且佢係做到3開間朝南喎，客廳朝南，客房朝南，主人房同樣係朝南嘅，主人房係套間嚟嘅。咁呢邊咧仲有個兒童房，89方3房係2位嘅，而且主要一樣嘢就係佢個陽台啦。佢個陽台有啲離譜啊，足足有成6米長嘅大陽台，而且佢係對住小區嘅園林嘅。呢個項目嘅園林都做得比較靚仔嘅，而家3樓望出去都同樣優秀。而家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。